多种元素啊，很有创意啊。圣诞节前夕哦，这个艺术品，黑淡气温的艺术品，这个叫银河踏水。哦，银河踏水，银河踏水。红协跨艺工作室邀请艺术家蔡依婷以大型礼物盒制作充满巧思的圣诞剧场，用双面概念连接着外太空及地球，共同欢度圣诞佳节。大型礼物盒上有圣诞树、姜饼人及雪人，热闹欢腾。周边更有互动式的雪花灯箱，触碰雪花灯中心后，将有灯光的变化，突破以往单纯圣诞树的布置，将整个文化中心的广场当做一个充满童趣且全家大小都可以感受圣诞气氛的游乐场。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主办协办是都市艺术工作室。水花触碰水花以后会有变化。你看这边哦，这边聚会活动真好。你看9大行星，哦，上面的圣诞树啦，还可以赏月呢。左边那个叫雪人啊。哦，行星你看它很有创意啊。太阳系9大行星，水晶地火小木土天海冥王星。很有创意啊。赵姓红村。这叫银河踏水，银河踏水。以前呢，新人力穿街。